可恶！冲击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金，你还好吧？嘿嘿。太好了！刚才真是危险呐，多谢啦。什么嘛！啊，真厉害！这就是鬼天盟的战斗方式啊！准备收队了，大家做得很好，但是返回据点前都不能大意。好！加入鬼天盟可真是来对了，金，你看看这积分，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能够通过预选赛的。金，紫檀坏了。啊，鬼狐大人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跟上队伍。在这片森林里掉队的话，可是很危险的哦。哦，是，知道了。哦。回去后去一趟控制室吧，有些事要和你们谈一下。你们来了，坐吧。怎么样？已经习惯和团队配合作战了吗？还好吧。对不起，我总是拖大家的后腿。不要紧，我说过看好你们的潜力，只要留在鬼天盟，你们就一定可以成长起来。是。我这次找你们来，其实也是为了这件事。毕竟你们加入鬼天盟太晚了，为了能迅速形成战斗力，我就特意帮你们规划了一下近期的发展方向。你们看看这个。这是，好多字啊，太复杂了，我看不懂啊。你就直接说我该干什么吧。那好吧，我就简单说一下。金，你的身体素质和原力技能都很出色，而且有着非常大的潜力。只要按部就班的成长下去，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强的。是这样吗？不过，唯一的问题就是，你目前使用技能的方式太粗暴直接了。这样不但容易造成原力的浪费，也会让你更容易被敌人看出破绽。而且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现在的做法，完全限制住了你自己和技能发挥的可能性。可能性？没错，你的技能矢量之力是一种可塑性非常强的能力，只将它作为直接的输出型技能使用，真是太浪费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啊？如果由我直接告诉你，那怎么能算你的成长呢？金，以后在战斗中多多思考，你会找到答案的。我也相信你能做到。思考？啊，用不用搞得这么麻烦啊？你说呢，紫檀？喂，怎么了？紫檀？
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鬼狐大人，鬼狐大人！啊！到底怎么了，紫堂？这上面说了些什么啊？上面说，我的技能小斯巴达战队似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样子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喂，你都想显示什么东西啊？快向紫堂道歉啊！鸡，别这样，这并不是鬼狐大人的错，是我的技能本来就很弱。虽然我也或多或少的感觉到了，但是……才不是这样！紫堂幻，你和小斯巴达们不是帮过我很多次吗？就像那次……我是说那次……啊，不对，应该是最近这次。总之，你要相信自己啊！谢谢。我做出的分析也并不一定是100%正确，只是通过目前掌握的资料判断。到预赛截止的时间，紫堂幻你的技能恐怕很难有什么突破性的成长了。怎么会？当然，只要你们像今天一样参与集体狩猎，仍然能够分到大量的积分。但我们鬼天盟的宗旨是团结互助，而不是做慈善义工。如果放纵某人坐享其成，那就是对其他成员的不负责任。作为鬼天盟的首领，这一点是我不能妥协。我不会再当一个拖后腿的人了。鬼狐大人，你说过我是有潜力的，所以你一定是有办法的，对吗？请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这份决心很好，紫堂幻。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你自己做出选择了。Miku Dance 是日本人通口优所开发的一款免费3D 动画制作软件，简称为 MMD。